直播我不会删呐，直播我不会删呐。分享、按赞、分享、分享、分享，一样给看了没啊？分享、分享，一样200小费，分享、分享。300这样你看好不好？你看好不好？你他妈的啊！真保掉，来比大小，输我100，我没有招你，输我100，输我100，输我100。啊，毕竟。毕竟7点。8、17，你输了加个100，我赢了。好，那你就喝完，对，我赢了，对。没有，你要喝完了，我赢你了。分享，等下一样，人数分享，不要断。分享啊，沙小怎么断线了？跟你们讲，300店就是屌，我的300店他妈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嘛？是不是？来电欢乐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怎样？你们都看过了，好不好？过好不好？啊，没有，你们不是没有看过啦？是。林北博店附近200。姐姐不敢。你没有说分享厦门附近，说不定附近有人会被看到，不行。你再准多，真的假的？分享啊！不好意思，分享。没有照你，我跟你讲，有收钱的自己就会过来了啦，好不好？你情我愿的，没有在逼你们呐。对啊，大家赚幸福的钱。对啊。谢谢。分享啊。分享啊。300店，对啊，300店，妈的。300店我们又不是做来的。跟你讲，没有造人呐，我他妈的，我跟你讲，各行各业他妈的，你懂得这个尊重吗？懂了吗？懂了吗？懂了吗？尊重，这里有尊重。我们是10元店，不是300店。10元店呢？哦，对，不用怕，不得惊啦。
恁爸咧开诶，开无钱开爽诶，来，分享，分享，分享啊！我们要分享哦，教你们手电呢，我无电到开啊，我欠手歌就歹听，几摆啊，欠手歌就歹听，几摆。我记得我记起来了。分享，分享，分享，我们分享啊！全台湾就是我支持的敢这样开的啦！谁敢像我这样开直播？跟你讲啊，去越南电影一样啊，照开啊！没有照你的，没有照你，你看看，金钉啊都没掉，你有照你来看一下有没有照你，有没有照你，有没有照你？没有照你罚一杯，罚一杯，先罚一杯，先罚一杯。我没有照你，说我照你，罚一杯，罚一杯，罚一杯。啊。就是红地多啊！哎呀，等下叫传播来啦，等下叫传播来。无，你都不要分享行不行？我不会去刻意去，我不会去刻意去叫人家入境。哦，这是有小费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没有台费的，只有小费的。本来只有小费的哈。加2点8点谁上？第一个你要找的，不是哎，什么东西可以没有啊？看到。拿给阿里。分享啊！你这拿东西可以，你再拿一个碗过来。没有，你再拿一个碗过来。那用碗哦，吼，那秘鲁就高啊，咱。用秘鲁，我这手机啊就贵的，你知道我知啦，你用秘鲁就算了。那这样子有时候像抢红包就8000这样的。他上次还分享，馆长打。分享，分享。也有跟那个分享，分享。哎，舞曲放下去。等一下啦。我还给你，刚刚1000块还给你，还给你啊，还给你啊。分享8000的。分享一样分享，这直播不会删，因为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直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放舞曲。等一下，我请一个。放舞曲，分享都不会分享，我打小费的，等下叫小姐入境，我就给她小费。分享，小丽你敢入境吗？200呗，入境分享，只要入境200。分享小费200啊，入境。对，入境就是说分享就好。美丽有2，说分享就有200啊。敢不敢？来说分享就说大声说分享。分享，哎呀，你就只要讲分享2个字就好了。对，来说分享，来快点，就200啊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200啊，200啊，直播不会删，这个是心甘情愿，200啊。是200的问题啊，你敢不敢？敢不敢啊？要赚200咩？哇，入境分享就惨了嘛。要讲分享。跟我一直说分享就有钱了嘛，爱要入境啊。没啦，今年不会啦。我在专门的，我偷小呀啦。来分享，说分享2个字。分享，分享。大声说分享，分享。双民闭嘴，对，双民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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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双民闭嘴，叫做闭嘴，哦，闭嘴。大声一点。闭嘴。小费来，闭嘴。我要给人家看到有路径，你来看一下，小费号有哪号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我心甘情愿，谢谢。这就是直播，看到无？看到无？你别无咧吃亏啊，个个做会到啊！看什么小啊？我总统兵啊无休假是不是？总统兵啊无休假是不是？啊！你们亏咧来啊！
不要分享哦。我分享就分享，照着我步调走。对啊，你摸对啊，你看一个，我刚刚不跟你讲这几个吗？一个一个的，你看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全台湾呐，谁敢这样子玩？我吃10个字敢啊，分享啊，按赞追踪抢先看，再来这300店啊，看到没有？很多人留言了，留言也是我跟你讲出来啊，有贵啊。很多人留言啊，留言应该是留言没。老子是有钱啊！就分享，帮他分享。我给得起的。分享出去呀，加一这样子啊。分享。啊，没有说分享，干你们就会分享。你们很小气耶，你们很小气耶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嫌我钱不够多？我再去领呢，我再去领呢。啊，我就没有钱嘛，你们嘴傻小，手机一堆啊。分享啊，我跟你讲啊，2万人，如果2万人在线上啊，我跟你讲，2万人在线上，我等这手机不要射掉，钱不是钱呐，好不好？分享啊，分享，不要2万人到人手机射掉，2万人到线上2万人到，我手机射掉，没多少钱啊，分享啊，放舞曲。等一下有客人要唱歌了。你那个细声的哦嘿，你那个乖乖的哦嘿。在下面叫做分享，分享。不知道嘛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啦？一个感觉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8+9。这就是8+9的生活，看到没有啊？看到没有？来，8+9的生活，来300店，你要配这个，你要配这个，你要配这个，配这个，然后配这个，是不是？然后又有酒，垮丢不？没有照到你们放心。没有小费我发的是就不一样了。那我知道你扣他很多事。跟你们讲啊，我吃10个，每一次的节目，每一次的梗，就是屌哦！按赞追踪抢先看。今天人家心甘情愿入境，为什么？人家赚钱，你们呢？只会嘴巴臭。只会嘴我，只会2486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人家阿嬷也要赚钱呐，300店也要赚钱嘛。跟你讲，我们这里是10元店。哦，10元店呐。你明仔载这边不用钱，还要钱，真的。一台300跟300店。对呀，我们不要钱。看到没有？我每一次直播就是很屌啊，很有舞啊。那我的歌就预备舞曲啊。我等下对分享，留社团，想看没啊？一样，我等下也会给小费，好不好？你们先分享，我先敬你们好不好？各位粉丝，你们辛苦了啦。啊，一杯啉到最艰苦的，啊，即摆开直播30杯嘛，啉到灌到倒那。我喝酒不会醉啦。好，很好，不会醉。我觉得让人躺回去，然后我喝酒不会醉啊。有人说啊，喝酒会躺得回家，是真的吗？有人说喝酒会躺得回家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相信。
瘾啊！我们喝酒啊，扛回去是一个丢脸的事情呐、喝酒吐是一个可怜的事情呐、很荣幸的事。懂了吗？喝酒在那边吐，真妈的就无在掉，唔记得知无？我喝酒从来没有吐过，我也没有在怕过。我最会喝酒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对呀，分享啊！我先叫你们分享，你们要跟我分享。我喝酒很厉害，我喝酒你们不知道我是很厉害吗？我喝子弹是怎么样？